台中东区的东信社区规划着健康体能、甲生活美学等等本土的课程。正拄好的是，来参加课程的时段有5位，名拢叫做秀玉。大家来到这个所在，互相熟悉，变做好朋友。因认真的态度甲精神，一点拢袂输予少年人。小玉哦。 东信里长一个叫秀玉的社区时代，做伙用1、2、3、4、5，你无看唔到，都是遮拄好名共，因为这5位时代甲志工拢住伫台中市东区东信里，做伙参加社区的本土课程。有什么活动来喊秀玉，然后4个都会马上都会，大家都会一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是就很好玩这样。前面旁边换手。 5个叫秀玉人来这报名参加这熟悉，变成好朋友，过互相鼓励，做伙来学习。我们家4、5小玉，来这足好，足快乐的。东信里长讲，大概上课上好耍就是点名，一个叫秀玉，都4、5个举手，这秀玉的学习精神甲态度，嘛变成上好的典范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